就那一年在那个 QQ 上面认识了我老婆，第一次见面是在河北那边。就觉得他人比较实在，比较踏实，然后别的没有什么蛮多的那个。不能吃苦吗？好能吃苦。那时候我借了一个朋友的摩托车，骑他到青龙陵去，因为这要请了7天假，陪他7天，那时候最浪漫热情。我们好像已经習慣了呀，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那个，基本上都融入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里面。因为我到他們家就我天天就做事，他爸他媽就看見我了，所以就這麼相信我了。你倆脾氣怎麼樣？脾氣都不好，然後互相遷就嘛。因為我以前脾氣不好，現在給他把磨得我沒脾氣了。就是覺得其實有時候也蠻對不起孩子的，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在顧自己，然後自己要做作業呀，自己洗澡啊，自己獨立睡覺，因為我們基本上白天晚上都是顛倒的。愛情嘛，不就是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